不是呢，大的三角形哦。这个三角。三角形。对啊，你自己这样，慢慢去看怎么弄，懂不懂？这样自己去弄，这样是吗？这样是不是三角形？我来看。是不是？我来。懂吗？我来看。这个就是啊，你看一边三角形就三边嘛，你看一下。不是，怎么会反过来呢？啊，不对，来，什么叫三角形？来，按来。三个角。对，三个角啊，对不对？它刚好三个边，对不对？一边最长，对不对？这两个，对不对？你说刚刚这边对弄了半天，比如说这样弄啊，也不是啊，那样不是，你每一边你都要去接它，你就自己就想，我要怎么弄？不对呀，这样我反过来呢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大三角形了，对不对？三个角，对不对？两边三边，对不对？懂不懂？大胆的去做，不要怕，大胆的去做。我看看，再都可以随便你看你怎么弄。有颜色的那边，有颜色的那边。颜色那边颜色，这是什么？你看你这个颜色两边，三个。颜色边，好看的。